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5章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，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咱对神通过基督，通进入现在在享受这个恩典，欢欢喜喜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。毋若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盼望，盼望袂直到见效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咱要软弱的时，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，为着有罪的人死，替义人死差不多无，替好人死减彩还有人敢。不过，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，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现在基督已经为着咱流血牺牲，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伊搁较为救咱脱离上帝的受气，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敌的时，伊互家己的囝替咱死，互咱甲伊搁和好。既然搁和好，咱搁较会因为基督的活来得到拯救。毋若安尼，咱现在已经通过基督甲上帝搁和好，嘛会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上帝做夸口，做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地入来。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。还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，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作罪。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死伫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嘛着死。亚当是伫要来迄位的有表。不过亚当的过失甲上帝白白的恩赐袂比得，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众人拢着死。上帝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赐予众人的恩赐，一定搁较丰富。一个人所犯的罪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袂比得。照审判，连一遍的过失嘛宣判有罪；毋过照白白的恩赐，做遍的过失嘛宣判无罪。若因为一个人的过失，死通过一个人支配人类，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搁较大。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就是白白互上帝宣判无罪的人，会当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受定罪，同款。因为一个人义的行为，众人拢受判无罪来得到活。因为一个人悖逆，众人拢成做罪人，同款。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成做义人。律法会制定互罪过加天，毋过罪加天，上帝的恩典搁较加天。安尼罪通过死来支配，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义来支配，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活命。